珠海而家嘅樓市啊，最終都係頂唔住啦。啱啱先進入呢個淡季，一個月唔到嘅時間咧，就有3件大事發生。今日咧，家兄同大家揭秘一下珠海樓市當下最真實嘅情況。呢啲咧係發展商唔願意講嘅，我嚟講；而且中介唔敢講嘅，我今日嚟講。一日唔講真話咧，周身唔聚財。呢條視頻咧可能會俾人舉報落架，得罪太多人啦。大家一定要點讚收藏起身，等更多人睇到呢個樓市嘅真相。第一個啊，就係珠海樓市而家所有嘅庫存加埋起身咧，已經係超過10萬套以上啦。即使從而家開始啊，你一層樓都唔見嘅話，亦都要3年先可以賣得完，導致而家新房嘅市場咧係換住呢個花生去打折促銷，好多房東啊都係放住咁降價賣。你哋唔好講冇降啊，因為你哋覺得冇降係因為你哋睇到嘅全部都係掛牌價，而唔係最真實嘅成交價。千祈唔好俾呢啲信息所蒙蔽啊！好似我日日睇住呢個房產數據嘅，我比你哋更加清楚呢一點。二手房市場咧，表面上嚟睇咧係一片祥和，波瀾不驚。實際上嘅成交數據相比舊年嚟講嘅話，已經係降咗15%以上啦。唔到半年嘅時間，嗰啲勇敢嘅房東咧，有一個算一個啦，都蝕咗呢個首期，黯然離場。再講新房啦，除咗嗰啲核心板塊賣得不溫不火之外啊，其他偏遠嘅板塊只有4個字啫，係以價換量。發展商自降30萬、50萬甚至100萬都唔出奇，個別樓盤更加係低於個攞地價係蝕本買樓，但係總體嘅銷量咧都係唔理想。所以大家買樓嘅時候啊，如果你唔知道最真實嘅房價或者樓盤嘅優惠促銷咧，你係好容易買貴嘅。我個老粉都知道啊，我每一個月咧都會整理一份最新嘅珠海底價成交表。有需要嘅朋友咧，你可以點個關注，評論區留言一聲房價，我免費發俾你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第二啊，而家喺珠海買樓咧係徹底冇門檻啦，唔限購啦，又唔限售啦，又唔需要呢個購房資格，又唔收呢個茶水費，就連買樓嘅利率同埋首期已經降咗啦。利率咧係3.0%，首期係1.5成。銀行辦嘅房貸咧，亦都恨不得等你立等可取，甚至有啲銀行咧係醞釀緊5年0月供嘅新套路，係想方設法等你揞錢買樓。對於真實有購房需求嘅朋友講咧，的確係利好嚟嘅，確實係實打實可以慳錢，亦都從側面反映咧當下嘅樓市並唔係好樂觀。所以講啊，如果你收入唔係好穩定嘅，或者打算買樓投資賺錢嘅朋友咧，我勸你暫時仲係唔好買啦。你要知道啊，如果你個月供一旦話唔上嘅話，你層樓即刻會俾銀行收走啊。第三啊，25年珠海嘅樓市咧已經進入咗嚴重嘅兩極分化，好似嗰啲非核心片區嘅遠郊嘅房產咧，係千祈唔好去掂嘅。佢哋已經係失去呢個金融屬性同埋流通屬性，好似咩南水啊、乾務啊、平沙新城啊、保稅區呢啲地方咧，你打死都冇掂啊！呢啲地方啊，你就算打6折、打5折啊，都冇人接盤嘅。如果你真係有同行建議你去買呢啲樓嘅，我建議你直接拉黑佢。人哋蝕錢咧，我理唔到啦，但係我個粉絲絕對唔可以買錯樓。另外你都要知道啊，而家個樓盤更新換代同埋分化非常之嚴重。近2年珠海樓價跌得最犀利咧，就係呢啲樓破大、樓破小或者呢啲超高層嘅建築。好似呢幾類樓啊，如果唔係核心位置嘅，蝕本嘅風險係極之大嘅。隨住呢個保障房嘅來臨啊，呢啲樓嘅價值底線亦都不斷咁挑戰呢個下限，好可能咧未來就係無人問津。如果大家連珠海東南西北都搞唔清楚嘅，板塊價值都冇研究嘅，咩樓搶手嘅，咩樓咧係垃圾嘅，你完全都唔清楚嘅，係極之容易買錯樓嘅，極之容易蝕錢踩坑嘅。特別係下半年開始啊，又有唔少個樓盤咧係頂唔順啦，大跳水。但係其實入邊咧有好多平嘅樓咧，要麼你買咗咧就蝕咗你嘅首期，要麼你買咗咧就日日要維權，麻煩不斷嘅，套路滿滿嘅。呢度咧為咗保障我個粉絲啊，我從中梳理珠海可以安全上車嘅一手樓盤以及降價嘅樓盤。有需要嘅朋友咧，你可以幫我點個關注 ，follow 家兄嘅頻道，點擊右上角嘅呢個 WhatsApp 二維碼，同我後台聯繫，我免費發俾你。我希望可以幫到你選好房，唔買貴。家兄喺珠海已經做咗咁多年嘅地產啦，深知各位朋友買樓都唔容易。我做自媒體嘅初衷咧，就係為咗打破呢個信息差，等房價更加之透明，等信息更加之通達，等我哋普通人唔再買錯樓。如果你認可我呢種態度嘅，你可以幫我點個免費嘅關注，
我都會用俾自己或者屋企人買樓嘅標準同埋原則，去幫助我哋嘅粉絲選到一鋪靠譜嘅好樓。珠海嘅貝殼系統啊，已經唔再展示呢個二手房嘅成交價啦。當市場越來越唔透明嘅情況下，你眼中嘅珠海樓市仲係你認為嘅珠海樓市咩？我係珠海家兄，可以幫你買房路上避坑嘅人。最後記得關注家兄嘅頻道。